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约，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各位家人们平安，平安。诗篇96篇7节说：地上万民都要颂赞上主，要赞美他的荣耀和大能力。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起立，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的神。一起来拍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耶和华是神，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照常的羊。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一起来给我们的神一个热烈的欢呼，哈利路亚！来，更多来对他歌唱，普天下要向神欢呼。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照常的羊。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主啊，你的信实，他的心事直到万代。来，一起来宣告他的信实，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希望掌声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天父，你是圣洁和荣耀的神，你配得我们一切的尊崇和赞美。求你带领我们透过敬拜来到你的面前，能经历你毫无保留的爱，还有那奇妙的作为。谢谢你，我们一切赞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诸天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
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一起来诉说天父的荣耀，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里就理，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命里就理，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主啊，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圣洁荣耀尊贵能力，来呼求圣洁，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望，我们心中唯一的盼望。求你恢复也点燃我们对你的渴慕，全心全意高举你的名。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
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在风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主啊，你走入我的生命，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一起来敬拜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主啊，你是我，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对你的渴慕。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是被主所爱的。感谢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领的，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要献上感谢。也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每一位孩子的心中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不仅赐给我们有身心灵的健壮，也赐给我们有健康的灵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与主亲近。愿今天晚上在这里的聚会，在这里的敬拜，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神的喜悦，得主的悦纳。愿主你也大大与我们同在。今天也不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或是在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彼此来代祷，也为他们来祝福，求上帝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在主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各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上个礼拜有退休会，在上去那个礼拜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应该有2个礼拜6没有在这里聚会啊。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这个礼拜天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牧师不用在主日讲道，但是我们在青年牧区的定期会当中有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一次有外来牧师讲到的那一周青年礼拜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位教会的青年能够来见证分享好，所以今天第一位来见证分享的是我们直直壮这个社青牧区的区长是这个木轩木轩他要来分享，让我们拍手来欢迎我们的木轩见证分享。我是木轩，那我现在是 YD 小组的区长，那我同时也是那个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总干事，对，那现在就是在教会担任全职的同工这样子。那我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就是经文要分享给大家，这个经文是记载在诗篇27篇4节，那我来念就好了。那我向上帝只求一件事，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我所期望的，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在殿宇里瞻仰他的美善，寻求他的引导。对，这是诗篇27篇4节。那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大学读的科系是什么？对，物理系。应该这边很少人知道我读的是物理系。那为什么会读物理系呢？是因为我那个高中的时候的物理成绩真的是非常好。那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有一次那个高中的。就是全年级的排名的一个考试的时候，我的物理加上英文，就是总分是98分，对，物理加英文总分就是98分，然后物理考了92分，是全年级的第2名，对，那个时候，所以我就是理所当然就跑去读了物理系。那大家对物理系的想法，就是毕业之后应该要从事怎么样的工作？你们的想法是什么？跟爱因斯坦一样，对，去研究嘛，要不然就是去工厂工作，那不然就是就是当工程师啊，或是不然就是去学校当老师这一类的事情。那我在那个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说，那我之后就是物理很好嘛，那就读了物理系。那物理系之后呢，毕业之后很理所当然的就是我应该要去就是工厂工作，或是之后我就是要走物理相关的科系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对，所以我就继续读了。那时候刚开始读大学，可是在我读的过程当中，那我越来越觉得，就是物理已经不像是大学的物理跟高中的物理已经相差的非常多了。那个算的东西从有数字变到没有数字，从有一个很具象化的东西变成很抽象的一个东西，已经变得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已经变得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迷惘。那再加上说，我知道了那个工程师他的工作，然后科学家他的工作的样式，我发现这都是面对机器或是面对数据的工作，这个不是我非常喜欢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陷入了一个就是深深的迷惘，就说，我现在都已经读到这个科系了，但是我其实我不太想要继续读下去，或者是我不太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很迷惘怎么办？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有就是在教会里面担任，就是不管是团契的会长，或是有夏令营啊，或是办理很多活动，我反而是觉得，这些办理活动啊，或是跟带领团康之类的事情，是我比较喜欢的。那我非常享受可以在就是台上带大家游戏，或是在台上就是跟大家就是说话，或是教课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就觉得说，这个跟我现在科系真的是差太多了。那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科系，就是它是可以跟我这个兴趣是互相结合的，可以带活动的科系。我那时候是真的是完全是想不到，所以就是好吧，也只能就这样子，就是很迷惘的把大学4年就是把它硬读完这样子。那就是读完就是好不容易毕业了业，然后去当兵，然后当兵之后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我不想要去工厂，我也不想要去当相关的就是
就是科学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就好吧，那我就去高雄闯一闯。那我绝对不会说那个我去高雄，我跟别人都会说我去高雄是为了要锻炼我自己，因为我从我的就学阶段到大学毕业，我全部都在桃园生活，所以我是为了要出去锻炼我自己，所以我从桃园跑到高雄，绝对不是因为我女朋友在高雄读书的关系，对，绝对不是。那所以我就去高雄历练了一下，那就在那边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了补习班的那个理化辅导老师。那当了理化辅导老师，那又就是我就蛮喜欢，就是他就跟我的理化有一点关系，但是同时他又可以就是面对人群，然后可以上台讲话，所以这个工作就是我还没有到那么排斥，我就觉得很开心。那也因为这一份工作，因为那时候的老板也想要拓展大陆的市场，所以我有一年的时间，我去到大陆的那个地方去工作、去教学、去教授数学，或是面对很多不同的小朋友，或是很大量的学生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那在高雄跟在大陆那段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很神奇，就是我们如果在桃园啊，就是很容易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会那么渴慕，你就可能早倒晚倒，你可能就是想睡觉就放弃啦就是或是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略过了。那反而是那个时候在高雄在大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信仰是特别的渴慕，特别的坚定的，几乎没有一天的那个晨更晚祷是落下的。然后而且就是去高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一间教会，然后那时候那教会就是短宣队要去的那间汉民教会，就在那边很稳定的礼拜，然后晨更早祷，然后在大陆的时候甚至就是还去找那种就是因为大陆大家知道大陆是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教会的，或者那个教会都是被党控制的。那我还有去找到那个家庭教会，去在家庭教会就2-3个人，然后就在客厅做礼拜，然后唱诗歌的，然后就很渴慕去看那个属灵的书籍啊，那时候光小屋就看了2遍，对，所以就是那时候的信仰，就是在大陆磨练那段时间，就是在信仰上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扎根。那后来还是因为一些原因就回来了嘛。那回来之后呢，我又陆陆续续做了少家的专案管理，又陆陆续续做了又做了那个，我还是有去做工程师，但是我真的。那段工程师的经验真的是也确定了我真的很不喜欢那个工作，然后再来我就是当了共学的老师，对，那回头这样子看啊，就是好像绕了一大圈，就是从物理系毕业，然后做了好几个不相关的工作，然后就到了现在。那但是我就是经过这段时间，我回头一看，其实神真的是非常奇妙。他让我走这一段路，基本上是没有白费的。怎么说？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在大学的时候，他透过了团契或是透过了活动，带我进入了教会，让我知道说，我真的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带领活动，或是那个跟别人上台讲话这份工作，这个兴趣。然后第一份工作就让我对教育进入到教育的大门，就让我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然后担任专管期间，就是因为专管就算是一个小主管，就是让我去学会去管理他人，去管理别人。那同时我也知道，就是不是因为你官大，然后大家就会听你的话，让我那时候心情做了非常多的调整。对，再来就是虽然说接下来的工作是。工程师，那我非常不喜欢工程师的工作。不过工程师的工作呢，其实对我也有好处，它让我在行政作业上跟表格作业上有非常大的提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共学老师的工作，那他让我确定说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教育或是带领别人去活动就是这一件事情，让我确定说我之后的脚步。然后上帝就把我带到现在这个工作，我现在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总干事。总干事这个工作呢，他就是要一直在办活动，就今年就不知道办了多少活动。那今年我们早上还有去天人岩屋，也是在办活动。那也是随时拿到麦克风，就是要练习跟大家讲话。对，所以很感谢上帝，就是他透过了这一圈的磨练，让我确认了我真的对教育很有兴趣，也让我担任总干事这个时候，我不是
完全没有担任过管理者的状态，而是我已经有管理过人，而且我也知道了一些行政的作业，所以呢，真的是就是神就是神的他的作为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他也透过了这样子，虽然说在过程当中你也不知道说你到底会走到哪里去，但是随着我每一步都是依靠上帝，随着我每一步都是向他祷告，那我慢慢的，我也走到了今天。感谢上帝让我带领我到我现在这个职务，让我现在觉得这个职务非常的虽然有点压力，但是怡然自得。对，所以真的是将荣耀归给上帝，那就是回到了我那个一开始说的那个诗篇27篇4节，就是我要向上帝求一件事，就是只有一件事是我所期望的，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宇中，这样他的荣美，寻求他的引导，就是求主耶稣继续在我的就是生命当中，求我的工作当中，就是成为我的引导。那也感谢神让我可以有这样的工作，也感谢神让我有这几年的磨练，那让我成为就是协会的总干事，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上帝，谢谢。好，请跟你旁边人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有各自的安排、计划或是目标，或是觉得这可能很适合我，但是呢，当我们去尝试之后，或是说去踹过之后，我们才知道，这真的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好，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多多去尝试。好，在你还有年轻、有力气、还跑得动的时候，好，多多去尝试。牧师可能也想过说，可能我很适合到美国去当牧师啊，可能我很适合去不同的国家去那边服侍啊。但是当你去过之后，发现你更清楚知道说，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位置来，是有更美好的计划。所以再说一次，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后面那一句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96篇，好，那么只要读4节就好。我们一起来读96篇的1到4节，请。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敬拜。刚才我们也从牧轩的身上来听见他的学习，还有就业的心路历程，也看见上帝的带领和计划。也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走在神所合神心意的道路。也能够将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够用在神的殿、神的家中。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96篇，好，其中的一段话说极大的赞美啊。我不晓得我们对于赞美这件事情，好，你会怎么样才是上帝？如果你是神，你希望你这些造出来的子民百姓要怎么样来赞美，你才会觉得喜欢，你才会觉得哇。真的是有让你感动或是 touch， 但是这是我们是神，但是呢，反过来，如果我们现在要赞美的是神，那神他喜欢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他呢？在分享信息以前呢，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在14年前，就是2011年的3月11日，那时候你已经出生的，请举手。2011年，好，有一些人已经出生了，没有举手，有些人还没有出生啊，像米原就还没有出生呢。因为他没有举手，这个孕期还没出生啊。那个2011年呢，3月11号，好，这个在仙台，好，发生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地震，好，这一次的地震呢，好，造成了日本在福岛有一个核电厂，好，造成很大的伤害，好，这是那时候空拍的照片，好，这不是电影哦，好，这是那时候在福岛这个核电厂，好，它的那个里面呢，受到这个地震的影响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核熔炉呢，好，有受损，而且有外泄，疑似外泄的可能或爆炸的可能，所以非常的紧张好，所以那时候不断的用海水把它降温，好，但是呢，每一天大家都在关注
好，在这个新闻呢，好，其实核电厂事故啊，在我小时候也曾经经历一次，好，就是1986年，好，那时候呢已经出生的举手啊，算了，不要举手，好，只有2个人举手，好，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出生，那时候我才12岁，好，那时候是哪里的核电厂呢？是在俄罗斯啊，好，白俄罗斯的这个车诺比核电厂，好，它是测试当中好发生意外，它还不是地震，它是在测试就发生意外，好，结果那次的辐射外泄，好，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损失非常的大，好，没有想到呢，人生当中可以遇到2次啊，这一次第2次就是14年前的311事件，好，离台湾又非常的近啊，好，离台湾非常的近，所以那时候呢，在14年前，好，台湾就已经开始在提倡，好，我们要一个非核家园啊，好，台湾要迈向非核。台湾的非核家园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好，就是1986年，就是俄罗斯的那个车诺比核电厂发生这个外泄的事件的时候呢，就那时候台湾就觉得就有这些民间团体啊，觉得这个核能虽然是一个清洁的能源啊，它不会产生什么废气，不会产生那个2氧化碳，好，它不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污染，但是它会有核废料。好，核废料虽然很小，好，但是呢，那个核废料，好，它的这个影响呢，好，不是只有几十年、几百年，好，是几千年，甚至有可能上万年，好，上万年。所以从1986年呢，台湾的民间社会呢，大家就开始在探讨论说，那时候台湾已经有开始在盖核电厂，好，而且核1、核2都盖起来了，好，也开始在运作。但是呢，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不定时炸弹，好，在台湾。当万一真的发生这个核能外泄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躲得过，好，因为你不管是住的，或是你吃的，或是你饮用的水，只要受到污染，好，那时候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到那个车诺比事件啊，生出很多的畸形胎儿，好，那个手跟脚都好，都变形，好，然后那时候小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新闻，都是看报纸，好，都是从报纸上面看到的。好，所以台湾在这个非核家园呢，好，从1986年就一路的说，台湾可以不要有核电，更安全，寻找更安全的能源。到什么时候真的梦想成真呢？到上个礼拜六，5月18号，好，台湾呢，好，第一天，好，从核1厂盖好开始启用之后，好，一路沿用到现在，好，第一天台湾没有靠核能发电。然后呢，就这样连续一直过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礼拜。所以台湾呢，在2025年已经达到了非核家园。那这个是我们在这几年来可以看到说，那一天是5月18号晚上6点20分呢，好，就是上个礼拜天呢，所有的这个应该是说5月17号就停，然后5月18号一整天好的这个观察呢，台湾的使用电呢，好，最多还是用燃气啊，好，所以是烧。好，这个火力发电，好，用天然气来发电啊，好，那比较期待的呢是太阳能，好，但是呢连1%都还没有用到，好，只有用到0.6，还有风力发电只有0.3哦，好，但其他呢，现在台湾有这10几样的选项，如果我们要发电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来寻找，好，但是呢，我们这发现说，我们在用这些再生能源或是这些的绿能呢。好，其实好也跟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息息相关。所以，如果好未来的世界当中，未来的日子当中，或是你想要刚才木轩好，他读物理系，他也曾经想过说，如果他可以像爱因斯坦一样，或是他如果可以拿一个诺贝尔奖，哇，那真的不得了。好，我觉得呢，接下来很有机会拿诺贝尔奖的，就是你可以找到干净的，而且呢可再生的。而且呢，这个优质的好绿能或是新的能源呢，将会是一个全球瞩目。好，所以当我们能够往这一方面好来思想的话呢，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而且还可以这个名利双收啊。好，所以我们都在思考好怎么样能够能源自主、永续利用，还有能够节能减碳。而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大家都在思考，好，所以包括很多的学校，好像今天我有去听，好，这个一个高中的入学的一个说明，现在连高中生，好，也都很强调，好，就是怎么样能够训练国高中生，好，他要自主学习，而且去发掘问题，而且能够去解决问题，好，能够去
成为一个 team， 好，能够去找出人类生活社会当中所面临到的各样子的问题，好，包括刚才木轩，啊，他没有介绍他高中是念哪一间高中，好，木轩是念桃高，好，他读桃高，我也去桃高参观过，桃高现在的学生的作业都是每个小组，好，都有一张全开的海报。上面都有一个议题，好，这个议题呢，好，不管是讲食衣住行娱乐，然后他们这一组就在这个海报当中，好，做出他们的调查，好，然后最后把他们贡献就留在那边，好，那他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报告，好，可以去申请好大学，或是去申请学校，将来进入这个相关的科系当中，可以继续把这个主题可以继续的投入在这当中，好，我看每一个人都做得非常的有这个有。乐在其中啊，而且收获很大。好，所以其实现在的高中生，好甚至他们在高中所探讨的议题和主题呢，可能都比大学生学习的东西还要多，而且还要关键，还要实用。但是呢，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好，这是我们在校园或是在世界当中，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留下什么？在500年之后，还会继续有人在接替？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今天在教会所做的事情，不论是见证分享，不论今天在教会里面是服侍或是招待，或是你在教会开创一个新的事工，好，刚才牧轩说，这个志工队出去听人言屋，在500年后还会继续有人来接替做的事情有哪些呢？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好，牧师想到了5样，好，所以这5样呢，好，先来跟大家分享。好，500年后。好，你要想到500年后你要怎么办？第一个，你先往前想，500年前的人他们做教会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也没有在做。好，所以500年前就是1525年，1525年呢，好，那时候他们做了些什么？到今天的教会还有在延续呢。好，第一个我想到就是500年前那时候的人盖的礼拜堂，好，他们盖了一个超坚固的礼拜堂。好，在500年后还有人在延续，还有人在延续。台湾有没有500年的礼拜堂？没有，但是台湾有一个应该说399年的礼拜堂的地基在什么地方？如果去年你有去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好，我们就有稍微介绍到，好，那叫做圣萨尔瓦多城，好，就是在基隆的和平岛。基隆的和平岛呢，好，那边还有一个圣萨尔瓦多教堂的地基。的地基，它是1626年西班牙人到基隆的时候所建的礼拜堂。虽然上面的东西都不见了，可是呢，在几年前，好，这个考古学者呢，把那个礼拜堂挖到，这是本来盖个停车场，结果一挖下去，发现下面有东西，再挖下去，哇，很大一片。原来再去定位之后，再去翻资料，原来那只是一个教堂的遗址，被遗忘了将近400年。好，390几年后呢，重新出土。好，今天我们去基隆和平岛，还可以看到那个礼拜堂的地基，还真的是挖得蛮深蛮大的，很像欧洲的教堂。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要在500年后，好的人还可以继续接替做的事情，可能你可以建一个超级的礼拜堂。好，那你觉得我们这个迦南教会500年后还在不在？好，这个大楼可能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是要盖到500年后。好，所以他大概想说，大概用个50年，或是顶多70年，好，真的就已经极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用建筑的方式，好，包括现在这个很先进的台北的这个超高大楼、摩天大楼，好，101大楼，它有没有办法使用100年？好，那这也是有待商榷。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很多的欧洲的教堂，他们盖起来不是500年，好，很多就700年、800年。所以我们可能好，如果你对建筑有兴趣的，好，你可以来想想看，好，400年前来台湾的西班牙人，他们盖的礼拜堂的地基，好，到现在都还在，将近400年后都被挖出来。第二件，好，我们可以来思考，在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或许将来400-500年后，好的人，好也会看重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设立一个教派，什么是一个设立一个教派？好像我们教会是什么教派？长老教会。长老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可以追溯到这个约翰诺克斯，好，也是400多年前。好，那这约翰诺克斯的老师呢是约翰加尔文。
好，所以这个代议制度，好，就是从约翰加尔文，好，他那时候开始的，将近500年，好，将近500年。所以这一个教派，好，包括他对这个圣经的解释神学，还有包括他一个教会的制度，好，这个教会，好，怎么样才是会员，怎么样是非会员，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都要加入会员，都要扫 QR code。全世界最早的会员就是在教会，好，就是长老教会，就是代议制度开始有这个会员制啊，用会员制好来建立教会的体制，好，这样一 run 呢，好 run 到现在将近快要500年。然后还有加上他的信徒这些组织，好，他有什么总会、中会、小会，然后有这个长执会，好，等等这些的组织呢，让好这样子的教会教派可以运作好几百年。第三个，好，你还可以 run 什么可以超过500年呢？你可以像圣经一样的，好，有耶稣的族谱、家谱、大卫的家谱，好，这个家谱呢一系列下来呢。好，你只要追溯到你的祖宗，好10代，好，或是15代，好，他可能就是300年。好，那昨天好在医院的时候，好遇到一位弟兄，好，那弟兄说他是赵匡胤的第37代。好，赵匡胤是哪个年代的人物啊？清啊，赵匡胤，宋朝嘛，我记得是宋朝。好，他说他是赵匡胤的第37代，宋朝离我们现在已经1000年了。好，他说他有这个族谱37代都留下来，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十几代的族谱好遗留下来的话呢，这样你就可以有500年。好，所以你也可以去找找看，如果你的族谱好，你的祖先好，他有留这些的名字下来，不要把它当作垃圾，好，不要把它当作废弃物，不要把它当作空气，好，你只要找到一个都是很珍贵的，好，你就可以传承。你马上呢，好，你的这个年资呢就增加了好几百年。那第4个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教会传500年以上？很简单，好，传福音。好，因为呢，当耶稣来以前，好，每一件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如果只要在耶稣来以前，好，耶稣不论是5年后、500年后，或是5000年后来，但是只要我们继续的传福音。都可以继续的，以后都会继续有人传福音。所以，如何在教会当中操练传福音？我们这一次今年在60周年，好，教会有福音茶会，好，透过福音茶会外展部门，好，这些宣教组的同工，这个外展组的同工，好，所做的这些的规划和设计，就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让我们知道说传福音是一个 team work。有的人认为传福音，我可以个人谈道，我可以个人见证。但是呢，有时候我们 team work 传福音，好像那个2艘渔船开出去去打网去打鱼，好，跟一个人出去带一根鱼竿出去钓鱼，那个收获是不一样。好，今天志工去志工训练，也有吃鱼，也有钓鱼，那是一个人钓的，好，只有10几条可以吃。可是如果是2艘船一起出去，如果是2间教会，或是20间教会，或是我们的中会，好，新竹中会有52间教会一起出去传福音的话，好，那个可能可以撒的网更大。所以我们应该要思想，好，怎么样可以联合起来传福音。最后第5个我想到的呢，可以在500年后继续做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回馈的？在教会当中，最后一样我想到就是要赞美神。当你今天学会了赞美神，500年后，只要耶稣还没有来，甚至就算耶稣来了，到天上需不需要赞美神？也要赞美神。好，当耶稣来之后，去天上要不要传福音？完全不用，因为你去天上，通通都是信耶稣的人，你去天上不用传福音。可是，当你去天上不会赞美神，哇，那你就吃亏了。所以500年后、5000年后，即便耶稣来了，我们只要学会赞美神。我们在500年后，教会继续做这些事情。所以这几件事情，好，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或是一起来努力。今天为这些事情来努力，好好的建造一个坚固的教会，好好的在我们所相信的、所接受这个长老教会当中，认识长老教会的体制和神学，好好的认识长老教会的组织和信仰的精神，已经传到我们500年。我们可以再传500年，好，让500年后长老教会还是非常的稳健。或是我们可以把过去我们的祖先，好，不管是有信主没有信主的这些祖先的族谱，把它列下来，好，那我们再往后
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可能300年、400年、500年，就可以这样串接起来，加上传福音跟赞美神啊。今天这一段的诗篇96篇，就是在告诉我们赞美神的诗篇。其实整首诗篇、整卷的诗篇，大部分都在告诉我们怎样赞美神。但是96篇是我们今天灵修读到的诗篇。我要带大家邀请大家，我们来读这一首诗。我们两行读一段哦。我们先读头2行啊，请。Oh, sing to the Lord a new song, sing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什么意思？Oh 就是大家 ，sing to the Lord 向神歌唱，唱什么歌 ？A new song。好，不要唱旧歌，要唱新的歌。好，为什么要唱新的歌呢？因为后面他会讲。然后呢 ，sing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所有地面上的人都要唱歌。所以赞美神不是只有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邀请只要住在地面上的人，永续。好，刚才讲到节能，大家都住在地面上的人，联合国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想要找到一个永续的绿能，新的 new power。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做的是一个 sing a new song， 唱新歌，邀请世界上的人一起来唱新歌。好，第二段3、4行，请。Sing to the Lord, bless His name, proclaim the good news of His salvation from the day to day。念得出来吗？应该还好了。好，第二个一样，向神歌唱，赞美他的名。好，赞美他的名，好，就是称颂他的名啊。好，就是只要念到上帝的名字，我们就要赞美。所以我刚才说，500年前、500年后。赞美神这件事情好很重要，但是呢，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少学习，或是很少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称颂 ，bless His name， 赞美上帝的名呢？只要提到上帝的名，我们就愿意赞美。当我们学会赞美的时候，好，这个是会受益无穷，因为我们到天上也要继续赞美神。proclaim 宣告好消息，是他的救恩。From day to day， 就是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把上帝他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每一天的传扬。这是从怎么样传扬 ？Sing a new song， 唱一首新的歌，把上帝对你身上奇妙的作为唱出来。所以刚才木轩在这边分享，他从读高中。然后的一个兴趣，到他现在毕业几年？木轩15年，只有高中毕业10年而已啊。高中毕业15年，好，高中毕业15年，好，这15年呢，他的一个经历，如果变成一首歌，哇，这就是接下来迦南教会的作文题目。好，你可以写一首歌送给神的话，你这首歌的内容要写什么呢？好，再往下。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 His wonders among all peoples， 就是在所有的 nation， 在所有的国家当中去宣告、去诉说他的 glory， 他所做的荣耀的事情。所以这个对神的赞美呢，这首诗篇告诉我们，不是写在你的日记里面，不是只有你自己个人跟上帝的祷告，是你要去 proclaim。你要去宣扬，你要去 declare， 你要去诉说，你要去告诉人，去分享给人。还有 His wonders， 好，他的奇妙的，在 all people 当中所作所为，诉说他的神迹和奇事。所以这首歌的内容呢，其实就有很多可以写。你怎么样去写上帝在我们的每一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或是在国家当中，让别的国家也可以感动呢？你看，刚才我们讲说。400年前，西班牙人来到台湾这件事情，其实会吸引到谁来台湾？西班牙人。所以像去年台南400年的时候，那个去参观台南，它有很多博物馆，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里面就介绍荷兰人、西班牙人，他们来台湾400年前的故事，然后把这些资料呈现。我去参观的时候呢，里面很多的荷兰人。为什么知道他是荷兰人？因为荷兰的头发比较红，还有荷兰人
长得很高，平均都身高都很高。还有台湾有很多有荷兰裔的血统，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荷兰人，他们也发现说，他们的祖先400年前就来过这里。他们今天是坐飞机来的，他们的祖先400年前是怎么来的？划船来的，还不是那个有电动马达的，也不是烧煤的，是划船这样划到台湾来的。所以他们那群荷兰人、西班牙人来看到之后都很感动。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跟 All Nation 跟其他国家传福音，你也可以想到说，你有没有西班牙的朋友、荷兰的朋友？如果你有人生当中有机会跟这些西班牙人、荷兰人交朋友的时候，你就找到一个故事，可以来跟他介绍他的祖先也来过台湾的。最后2行，我们一起来读 ：For the Lord is great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He is to be feared above all gods. 这里说神是伟大的神，神本为大，当受 greatly 极大的赞美。神他所要接受的赞美不是小小的赞美，是 greatly， 就是你要大大的赞美。这样够不够大？不够。好，这怎么样更大？你要大大的，好，这大大的可能还要加上跺脚，这样大大的，好，你要用更大的力气，因为我们要赞美的不是给一只蚂蚁，你这样小小的赞美，你是可能只是给你的小孩，好，给你的儿子，给你的女儿，或是给你所养的宠物，但是我们要给神的赞美是一个大大的赞美，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而且神呢，好是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他是要接受、要敬畏神。这首诗，好，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大卫的诗篇，好，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你有参加共读的话，好，或是你想要听更多的话，好，你可以到教会的 YouTube 的这个网页上面，好，牧师有分享30分钟，好，关于这首诗篇的故事和背景，讲到大卫那个时代，他怎么样写下这首歌。而这首歌呢，就在大卫那个年代当中就已经被写下来，所以离我们是3000年。这一首诗离我们3000年，所以刚才说500年，他已经经过了6个500年。他写了一首歌，经过了6个500年之后，今天我们都还在读这首歌。这是在大卫之前的400年，摩西那个时候敬拜神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在会幕的旁边，好，然后呢，每天都会有祭司在那边来献祭，好，然后献祭的时候，他们就要在外面非常的肃静，非常的安静。可是呢，到了400年后，到了大卫，我们读圣经，发现大卫把敬拜好加入了新的元素，什么元素？加上了音乐，加上了乐器，加上了诗歌。好，左边这个是 AI 画的。好，他画的呢就很奇怪，把那个约柜好像画在抬妈祖一样。好，不过呢，至少它可以呈现出很多人很热闹的场面场景。这个乐器呢，不是只有个妈祖出去出巡吹那个唢呐，没有。如果你去读历代志，你会发现这里面用的乐器，有弦各样的弦的乐器、丝弦的乐器、响的乐器、拔的乐器。还有用拍手，还有击鼓，还有跳舞，加上各样的元素。所以从大卫那时候3000年前做礼拜的方式，好，不再是大家前面这一章安安静静，好，你只有听到什么声音？听到那个牛啊、羊啊被杀、被宰的声音，好，然后呢，好，你只有听到在那个火在烧的声音，只有听到那个祭司献祭的声音，你没有听到其他什么声音。但是呢，好，从大卫那个年代开始，他把对神的敬拜呢，好，这个比较准确一点。这是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要向耶和华歌唱。他一面教大家唱，好，一面呢欢迎着约柜回来到耶路撒冷，好，迎接上帝的同在。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所以大卫呢，他自己带头怎样？唱歌弹琴，好，你看里面拿那个竖琴的那个就是大卫，好，走在前面来迎接，而且他还跳舞，好，拍手。他跳舞呢，跳到怎样？圣经说跳到他的衣服都掉下来，衣服都掉下来。
你要怎么样跳舞跳到衣服会掉下来？哇，那应该要跳好几个小时，跳到这个衣服都解开。但是呢，大卫不在乎，他就是因为他说神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大卫为了迎接约柜来这件事情，他曾经失败过。失败就是这张图啊，乌撒穿白衣服那个人，他没有知道这个，他不晓得扶约柜、抬轿、抬柜这件事情，所以他发现这个牛呢，在拉，因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非利士人不敢去碰约柜，所以就叫牛拉这个牛车拉约柜来。可是这个牛车呢，走的路不平，那个约柜抖了一下，要晃，好像要掉下去。乌撒呢，好心要去手要去伸过去扶，就当他一摸到约柜的时候，上帝就把乌撒给击杀，他就死在约柜前面。那个原文说是上帝的荣耀就穿过乌撒的身体，所以乌撒可能身体是被分开的，好像在拍电影一样。但是呢，这件事情让大卫3个月不敢动，他就把约柜退回去，然后呢，好几个重新再整顿，重新再整顿之后呢，这次大卫呢，他叫人写歌，叫人谱曲，叫人吹号，叫人练诗班，叫人排站。但是这个也不准，因为这个是盖圣殿盖起来，大卫那时候还没有盖圣殿。可是这个诗班呢，是所罗门的时候，在大卫之前就已经有这些的诗班。这诗班的名单呢，都在圣经当中。有3大家族亚萨、希曼、耶杜顿，他们呢有在诗班的位置，然后他们有在诗篇当中的作品，然后诗班里面的领袖是3大家族，所以你说刚才说，如果你把家族族谱整理好，你可以传500年下去，传500年下去，都没有问题。而这些诗班呢，还有各班的班长，总共呢分为5组人，亚萨的儿子4位，耶杜顿的儿子6位。然后希曼的儿子有14位，14位的名字呢，通通都写出来。每个儿子的名字都有它的意义，都跟神有关。什么耶和华的礼物啊，神每个名字都是一首歌，每一个名字都可以写一首歌。然后呢，第4个还有教导人家怎么样唱诗的老师有288个老师，那是教唱歌的，就288。学唱歌有多少人呢？4000个人。所以你觉得这张图够不够多？这张连288都没有。所以大卫要迎接约柜，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是花了多大的力气在训练这一票的人，怎么样去赞美神？因为大卫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聪明。或许那时候他可能觉得传福音，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但是他知道他可以赞美神，所以他赞美神这件事情，他真的是绞尽脑汁，费尽他的心思，然后呢，来训练很多人。大卫本身就会弹琴，他应该是这样子弹，他是竖琴，这个或是叫做加特琴，就是扛在这边，然后这样子拨。可是呢，大卫他会唱歌，所以借着他的歌，他教人唱歌、写歌，然后写诗。大卫自己也写了很多的诗篇，最后。这些诗班训练出来有4000多人呢，还分班次，24班次，然后呢就有24个班长，每一班有12个人，然后从这个24乘以12，288人，就是分了288个老师。这些的诗班呢还要配合祭司一起侍奉，所以本来这些祭司要献祭、献牛、献羊，现在就开始奏乐、背景音乐，所以。这些音乐，你会乐器的人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加上这些音乐，让人更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神在我们当中。而这些诗班的敬拜的秩序，就是加上真理，所以要写普天下要向耶和华歌唱。里面的歌唱的内容不是只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永远只有哈利路亚，而是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诉说他的荣耀，诉说他的奇事。神当受极大的赞美，所以把上帝所做这些事情写在这首歌，就是一个真理。今天我们读到诗篇变成了圣经，是因为他们当初写诗的人，他们所遭遇、所经历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中文来念一次，只有前面的6节，请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因万民的神明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如果这首诗叫你写成一首歌，会不会？给你歌词的内容，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怎么开始？君毅，如果是你要怎么开始？先改词，词改好之后，然后呢？就写曲，你都先写曲，然后再填词这样子。啊，如果给你歌词再写曲，就不思考路线不一样。但都 anyway 都可以。但是呢，没错，你要写首歌之前，你也要先有内容。你要先把内容能够写得好，能够写得集中，而你这样子谱出来的曲呢，才能够跟这个感受，因为你是先有这个内容被感动。那在这个上礼拜天，上礼拜六是国中会考，你们知道今年的国中会考的作文题目是什么吗？仓鼠，然后呢，就这样，仓鼠后面还有6个词。他给你6个词，什么可爱啊，还是什么，然后给你6个词，然后就加上仓鼠，叫你写一篇文章。如果你有这个让你写这样文章，你会写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当你要写一首歌的时候，你也可以像写作文一样，就是你要有一观念，你要先一个 idea， 然后呢，这个是网络上教人家怎么写文章，你什么第一句就要杀人，就是那个破题啊。你那个文章一开始，就要吸引住人家的眼球，所以第一句，我实在是不想活了，这样后面老师就会怎样？他就会看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要让人家，今天天气很好，那这样子，这个阅卷老师就怎样？每天都把天气很好，他就觉得这个文章很无聊。可是呢，第一句呢，普天下当向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为什么我们要跟神唱新歌？你把你的独特的观点写下来。最后文章呢要头尾呼应，这就知道你结束了。而且头尾呼应这个真的非常的好用。如果你们将来要考大学的、考高中的、写作文的，你只要就算你文章写得不好，你只要记得你开头写什么，结束的时候再写个跟开头有关的，这个文章至少就收尾了，就收得漂亮。那包括右边的，它是用这个建构式的写作，从你脑中的图像，然后呢开始分这个他说宠物，仓鼠它的外形是什么？然后外形下去，它的颜色在脸孔，然后仓鼠它的活动情况是什么？再往下就是它吃东西的时候，它玩耍的时候的活动情形。然后仓鼠它的性情是什么？再往下延伸，它怎么样活泼，怎么样撒娇，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你就开始有骨干，就有肉。所以我们要唱新歌、写作文，你要写一个颂赞神，包括今天木轩他来台上分享他的见证，这也是在写一篇的文章。你怎么样让一个你的见证，你的一个文章，可以让人觉得感受到上帝的救恩呢？这是歌词的部分。曲的部分呢，有3块。第一个就是拍子，你这首歌你要让它慢的，还是要更慢的，还是要更快的？你可能第一个写歌的时候，你要先选择它的拍子，然后呢速度，再来是它的和弦，再它的 key。那可能如果你没有学过这些乐理的或是作曲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呢现在的 AI 很厉害。AI 生成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还连配乐，那个 MIDI 都帮你弄进去了。但是呢，重点是一首歌，你要怎么样可以唱得久？像牧师在迦南教会当青年牧师，
这个义哲那时候他还不是执事，也还不是长老，那时候他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社青，好，他来说他已经在工作了，好，他就写了一首歌，好，叫《神儿女》，好，有人有唱过吗？你看，没错，哈，这首歌我看大概20年了，20几年，可是呢，20几年之后，我讲《神儿女》这首歌还唱得出来，表示这首歌怎么样？成功了，好，这首歌成功了，好，那包括里面的歌词、里面的意境、里面的内容，可以吸引到人。好，那如果像我们今天敬拜赞美这么多的歌，你觉得哪几首歌在20年后还有人会唱？你就去看看20年前人都唱的歌，今天还有在唱的那首歌就厉害了。好，那我们最厉害是什么呢？圣诗，圣诗一翻开，随便都是300年起跳的。圣诗随便都300年起跳，我们的新的圣诗比较多近代的，有19世纪、有20世纪的。但是我们的很多圣诗呢，都是在贝多芬在古典时期那时候就开始写，甚至还有马丁路德是500年前的诗歌，甚至还有这个第10世纪的拉丁文的歌，在我们的圣诗当中，你去翻的话，会找到那个1000年的，还有那个叫什么？泰泽，泰泽的歌，泰泽的歌也都是将近1000年的歌啊。但是一首歌可以传唱这么久，就是因为里面有动人的故事。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和姐妹，牧师今天这篇信息呢，就是鼓励大家，你也可以来写歌，跟你旁边说，你也可以为神唱新歌，然后对你自己说，我可以向神唱新歌。不一定要唱别人写的歌，唱你自己写的歌，把你自己的歌，把你自己的经历，把你自己的见证写下来，写成一首歌。而且呢，越年轻写，越能够感动人。好，那牧师在这个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到三重一间教会，那时候那间教会呢，有一个青年国中生，他很会弹钢琴。他都不是正规的，他都是喜欢摸钢琴，好，所以自己常常摸钢琴，他自己就会开始编曲写歌。然后呢，那时候他才念国中，好，然后他就开始创作歌，好，然后呢，他就把写了一首无敌铁金刚的歌，然后又把读圣经，好，读到了玛利亚献香膏，他就把那个无敌铁金刚的歌，好，改编变成玛利亚献香膏的歌。但是呢，大家都觉得很有趣，没有人去阻止他，他就继续一路写，到现在呢，好，他已经成为一位牧师了，好，然后他现在也是在教会当中牧会，他常常用他的带领诗歌，好，带领敬拜，好，然后再用上帝给他的音乐，好，来带领人。那像我我以后有机会，因为他现在跑到比较远，在高雄，那有时候邀请他来分享的时候呢，他在带领大家敬拜的时候，有时候并没有很多的旋律，有时候就是只有一个音，钢琴的琴键一个音下去。可是那个音下去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上帝的圣灵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验，有时候我们弹琴弹了半天，好，然后但是你都好像没有感动到。可是呢，这个有恩膏有恩赐的人呢，他只要琴键的起个音。好，然后呢，接下去你有一个等待，然后接着你就觉得哇，好像跟上帝突然变得很亲近、很亲密的感觉。旋律、音乐、歌曲，不管这些东西，写歌里面还有它的里面的内容，但是重点是你怎么样跟上帝亲近，上帝就运用他所给你的，你所做的一件事情，不论你是画画也好，你是音乐也好。你是比赛、运动、慢跑、田径、铅球、射箭也好，做任何的事情。牧轩分享说，他喜欢带活动、办活动，但是你只要跟神亲近，上帝就在你所喜欢的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恩膏你，让你越做越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回到一开始牧师问大家的问题，我们在教会当中，你可以留下什么？在500年之后，还会继续有人接替呢？我不敢期待说，今天成为迦南教会的牧师，但是我真的期待500年后迦南教会还在，
好，那我们的礼拜堂好人数好都会更增加。但是这简单还是不简单？如果你真的想要撑到500年，就像你是要跑这个马拉松一样，如果你决定要跑马拉松，好，你要跑全马，你一开始好，你就要决定好你的体力好要怎么样配速。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为神所做的事情好能够持久，你真的期待这个世界的能源能够永续经营，你真的期待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这个家园能够非核家园，不受到那个核能的威胁。接下来我们都可以有一段时间不用受到核能的威胁。但是不晓得，因为也有政党认为说要重启核四，还要重新再把核能拿回来用。好，等到这个重启核四要过3年半，好，它要重新启动，还要经过3年半。好，等核能真的又重新起来之后，我们可能要担心，好，某一次的地震，好，你有没有做好这个防震防灾？好，不晓得。但是有人说现在有新核能，好，新核能更小，核废料更少，而且那个辐射性更低。这是在考验我们人类的智慧，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希望能够在这世界上永续经营。其实过去的上一代，大家在核能节能减碳，好这件事情上面，就说我们要怎样节约能源，好，我们要怎样爱惜，好，然后省电。但是有时候想一想，你知道台积电一天用掉的电，一个家庭可以用多久？可能用几十年都用不完。台积电一天就把一个家庭几十年用的电都用掉了。所以现在的世界呢，好，你节能减碳也来不及，好，加上现在辉达也要进来，好，万一现在是辉达是公司进来，万一他也要设厂在台湾的话，那个电力好需要的更多，好，我们也希望台积电多设几个厂，本来在桃园龙潭也要设厂，设厂一设下去，那个电量非常的吃电，好，然后电脑也要用电，好，3C 也要用电 ，AI 也非常的耗电，这些电需求那么大。但是呢，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好开创好更大的美好的将来。所以回到一开始牧师所说的，只要你能够在永续经营，在新能源这件事情上面，好好的去投入，好好的去研究。如果你取得一个诺贝尔的专利，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将来可能全世界，你就是成为全世界的救星了。向耶和华唱新歌，这是牧师心里面期待的。我多么希望我们也能够建一个教堂这样子，我也多么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有这样的诗班，好，有这一些的人，好，这是一个香港的诗班，有一群的年轻人，好，他们能够用优美的歌声，把优美的旋律来颂赞神。但是呢，再优美的歌声，可能唱过好几十年后、几百年后都会被遗忘。唯有你对上帝的赞美、故事、见证和感动人之后，我相信是一代传一代，而更加重要的就是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下一代，让你的下一代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得到这份信仰。所以当他们知道之后，或许真的就是一个美好的传承啊。所以我们再把最后前面这4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请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好，请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要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们从座位上一起站立起来。看我们接下来唱这首歌是为神而唱的，即便我们不会写歌，即便我们不会写词，即便我们没有办法创作，但是只要每一次我们唱一首歌，用新的心、新的灵，即便再老、再古老的诗歌，在那个时刻都会变成一首新歌。盼望主圣灵与你、与我、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向耶和华神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让我们传扬他的救恩，述说他的荣耀，因为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净我的软弱，洗净我的软弱，你洁净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敬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是的，主是我们唯一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敬拜他。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庆，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赞美，学习敬拜，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在将来神你的宝座前，在新天新地的时刻，我们都要不断的敬拜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明白敬拜的意义，懂得把极大的赞美来归给你，懂得用丝弦、用乐器、用歌声、用掌声，用尽全心和全人，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故事来诉说你的荣耀，来传扬你的作为。日与在每一天的当中，愿上帝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早晨也敬拜你，夜间也敬拜你，让我们活着的时候都要来敬拜你。愿神你接受我们的敬拜，也愿圣灵教导我们敬拜，
让我们成为一个像大卫一样一生一世敬拜主的儿女。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你。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孩子满心的感谢，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讲道，让我们知道有许多不同赞美你的方式。谢谢你让每一个孩子透过不一样的方式传承这份信仰。现在孩子要献上时间、金钱，才能为你圣工所用。求主来悦纳，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分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让我们一同用这首新歌从心里发出，一起来对我们的神欢呼。阿门。万民都唱普天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分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分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主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心事直到万代。让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门。更大声的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大声的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本为大，当受极大赞美的神。愿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掌声，用我们的人生来赞美你，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使地上的万国、地上的万邦、地上的万民都能够来认识你是那奇妙的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帮助与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向耶和华唱新歌，一生宣扬他的荣美，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好，现在是报告时间，就是我。好，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则报告。今天在我们现场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有吗？没有。好，那跟你隔壁的说，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就是要跟他 high five 一下，然后跟他拍拍手吼。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一则报告。我们来看第一部影片。对，把电灯要关掉。这是我们上周去退休会的影片。好，我们将荣耀、掌声给我们的神啊！这是我们的就是60周年的周年活动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全教会退休会。那如果你这次没有参加到，那我们没关系，我们之后还有半年，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我们有青年骑脚踏车，然后我们有园游会，会有运动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音乐会，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踊跃的参加。那就是详细的资讯都会陆陆续在周报上或者在1楼的那个公布栏上面公布。好，那今天本主日是那个东排中会，嘉义教会，嘉兰教会，嘉兰教会，在台东，对的拉瓦告拉格牧师讲道请安报告，那就是求那个请兄姐一同关心代祷跟奉献，然后也谢谢牧师就是来勉励。对，那这周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在下周是端午节连假，然后从礼拜5开始，5月30号开始就是补假日，那就是全职同工放假1天，那所以教会也不开放。那下周主日端午连假，主日爱餐跟当周的小组聚会也会暂停。下周6还有礼拜。下周6还有礼拜哦。好，那7月6号星期日举行第4次圣礼典，那如果要受洗的，然后要坚信你信仰告白跟小孩洗的，期待6月22号之前向区长、小组长报名。那成人洗礼跟那个坚信礼需要先完成纪要真理的训练。好，然后明天的1点是在401教室召开第420次长子会，请长子同工预备心并准时出席参加。好，那现在我们在招募膳食团队，那你对就是为了要维持主日爱餐的服事人力，那我们在招募膳食团队。那你对膳食有负担的，或是你喜欢煮饭的，喜欢帮人家打菜的，或是洗碗的，对这些有兴趣的，欢迎向我们的义军长老跟端荣执事报名，也可以到1楼的49号1楼的公布栏做登记。在60周年环岛见证分享，然后本周祷告会的邀请60周年环岛参加60周年环岛的
兄姐，然后见证分享，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本周的祷告会。好，然后5月28号松大线上讲座，主题是梦的语言，讲师是王荣义牧师。这个王荣义牧师是一个解梦大师哦，那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就是线上一起来听讲。好，2025年那个阿卡贝英语品格与 Cooking Puzzle， 然后将于7月7号到7月11号举行，然后欢迎就是现在我们名额应该已经有74个人报名了，所以距离我们的80人的满额还剩下一点点名额。那如果你有认识小1到小6还没有报名的，就是欢迎来报名。那我们也在征求国中到大学的志工这样子，那就是也请洽我们的，可以找我，然后也可以找我们的营长，是我们的陈毅，在这边举手一下，对，找他报名，对，他是我们今年的营长。还是双营长，很厉害哦。好，再来，本周有医疗关怀咨询，在本主日的10点半到11点半，在教会的49号1楼，然后欢迎就是有需要的那个兄姐可以参加。好，萨克斯风演奏班就是这个厉害了，这个开始招生了，从6月1号就是开始报名，6月2号，6月2号，对，就是其实就应该是6月2号我们就开始要上课了，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的话，快点报名。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圣诞节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呈现。那如果你对萨克斯风有兴趣，可以就是来洽协会总干事，就是我，那我会帮你就是协助你完成报名的程序，跟帮助你找到就是适合你的萨克斯风这样子。好。桌游比赛在9月27号星期六比赛举办桌游比赛。那在6月8号当天呢，我们会进行就是比赛，当天我们会比4种桌游。那我们在6月8号会进行这4种桌游的教学，然后当天会同步开始报名。所以你觉得你桌游打得很厉害，对桌游有兴趣的，想要来一起比赛的，就是欢迎6月8号1点到401教室，我们一起学习，然后报名参加桌游比赛。好，迦南60周年台语圣经朗读比赛，然后由阿卡北牧区举办，从6月1号到6月30号就是这是报名期间。那7月20号是比赛当天，那活动详情请向那个1楼的公布栏，然后欢迎大班到以上的小朋友至成人报名，好，就是都可以报名的意思。OK。好，那个张怡云姐妹的毕业音乐会中提琴独奏会将于7月1号星期二17点半19点半在那个国家演艺厅就是举行。那当天有就是预备巴士接送。那如果你想要参加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到49号1楼登记。然后人数有限，额满为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请各位互相请安。那家亲小组就留在原地 ，YD 小组到旁边的空地。好，我们彼此互相请安。今天的礼拜到这边，谢谢大家。